鬱症嘅病患者咧，成日都掛住嘴邊呢4句說話，身邊有人講呢啲咧，你真係唔好當講笑，特別係最後一句，第一句好煩。佢哋成日長期情緒壓抑，唔識表達，亦唔想傾訴，成日將煩惱咧擺喺心入邊。第二句瞓唔着，其實咧80%抑鬱症病患者咧早期都有睡眠嘅問題，一係就早醒，一係咧就成晚輾轉反側瞓唔着。第三句好悶啊，佢哋咧對咩都提唔起興趣，唔想同人接觸，連出門都懶，成日覺得咧做啲乜嘢都冇意義。第四句生嚿叉燒都好過生我啦，死咗佢算啦。當佢哋開始講呢啲咧，其實心入邊已經被絕望壓到唞唔到氣，甚至有輕生嘅念頭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咧，經常都講呢啲說話，記得主動關心佢，多啲陪伴同埋體諒，必要時咧陪佢哋睇醫生。抑鬱症咧並唔係玻璃心，佢哋需要嘅一句就係我喺度。你嘅關心可能成為照亮別人嘅光。